生活是啥人的做主？是过去的家己来造成，也是无通反抗的人生。予咱的生活是啥人在控制？是出世注定的剧本，也是众人笑谈的戏出。你是啥人？啥人？啥人？拍开头壳内底的记忆，甲醒，全部摕来黑暗的火清醒。不管是啥人，啥人，啥人，不通来阻碍我的梦。头前的路偌呢危险，想着你，想着未来，你着爱找着原本的家己。找着原本的家己。最后一次的机会，展出你的力量，拍好命运的契约。掌握人生的永远是你家己。